另外来关心这全台大罢免的行动，针对国民党立委陈超明、邱定军的第一阶段连署书，今仔日已经送去到中选会啊。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做罢免邱定军的领銜人，这国民党团是批评讲大罢免的行动呢是开钱过了时间，那准要甲41席在野党的立委全部拢甲罢免，拢总是会烧超过12亿的钱。 错误作为，即刻罢免。罢免团体13早起去中选会交苗栗第一选区无党籍立委陈超明，甲第二选区国民党立委邱定军的罢免提起连署书。不过苗栗第二选区立委罢免的代表人，传出因为压力伤大退出，会由今年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接做代表人。苗栗选区的朋友们，就是他们大家回馈给我们的。 意见就是讲说，其实大家都有遭受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，但是老师认为说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要站出来。我们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了，就是对方的支持者对我们做出一些口语上面的话，这样子。我们也想在苗栗找地方联署，但是一直都店家其实都也很害怕。罢免团体表示，李乔虽然有会啊。 不过，伊一个手就答应要做代表人，未来可能会透过文字或者是影像的方式来表达对罢免行动的支持。针对罢免连署书送件，到一个进前，国民党立委邱定军、甲无党籍立委陈超明是拢也无回应。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国民党团批评讲，大罢免劳民伤财。目前基隆市的罢免案已经开3000万啊，若是设定罢免41席在野党区域的立委。 全台湾会使用超过12亿百姓纳税钱。在民间很多人都在问，就说一场罢免到底要多少钱？那以基隆来讲，如果一场是3000万，其实这样子一次烧掉12亿在罢免上面，那难道以后我们年年都要这样吗？民进党中常会12嘛讨论大罢免相关的议题。党团干事长王思瑶在会中表示，目前有13个民进党立委去互在野党锁定罢免。 党中央应该协助攻防，会中嘛达成初步的共识。党中央会提供法律鉴定的协助，做伙论述甲规划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